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这个各个地方尤其是上海杭州成都深圳、北京，这个地王频出核心地块拍卖价格都是遭到这个哄抢或者叫高溢价，不停的刷新记录，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现在楼市它不是低迷，而是很火热。不光是土地这个拍卖火热，很多地方这个新房项目新盘一推出就日光，甚至有的还触发什么摇号机制，还要排队摇号。这个似乎跟现在这个楼市低迷好像有很违和。这个财经网今天他看到一篇文章，叫强化热度营销造预期这强化热度营造预期，核心城市频出地王。它的前面就是介绍了什么四川成都宅地单价地王，在1个月内2度易主。3月11号，该市高新区一宗宅地经过130多轮拉锯，以3.17万每平米楼面价成交，溢价率70%，招商蛇口从10多家房企中突围而出，打破成都宅地沉寂6个月的最高单价记录，就是刷新了6个月的记录。短短2周后3月27号，厦门国企建发地产旗下公司击败10名对手，拿下成都锦江区金融城3期一宗宅地，把历史记录刷到了4.12万每平米，溢价率高达106%，就是翻了1倍他说这是土地市场久违的盛景，亦在其他核心城市上演。据华泰证券统计，2025年1季度，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5个城市至少有26宗成交宅地，加冕所属区域近10年来的单价地王，就破了10年的记录。你比以前火的时候还要火，这个确实非常罕见了。这些宅地普遍位于室内优质板块，容积率大多低于 2.5， 适合打造改善型项目，而且地块基本小而美，规划建面低于10万平方米，起拍总价低于100亿元。对房企而言，这类地块的去化流速与确定性更优，规划导向也符合当下市场需求趋势。华泰证券4月7日发布的研报中指出，说多名业内人士认为此轮土地土拍的地王频出，主要由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同组成，反映出核心城市价值正被重估，政府调控愈发精准，房企投资战略趋同，市场预期有所修复等多重变化。土地市场与楼市销售相互影响。2024年9月底，会议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此后，各部委协作出台一系列支持性财政、金融和地产政策，房地产销售量出现企稳迹象。市场机构科尔瑞研究中心发布于3月26日的报告认为，1、2线城市采取多批次提质供地策略，后续将形成优质地块到高溢价成交到市场信心提振的正向循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地方政府它拿出优质地块出来，也就是核心地段的，对吧？优质地块完了之后，那个容积率又低，适合做改善型。这种地块呢，大家一定会去抢，形成高溢价成交。高溢价成交那就高，房价就高，就带动周边的房价，市场信心得到提振，走这么一个正向循环的这种路径但是这个玩法在3、4线城市仍然受库存去化压力，土地供应持续收缩，也就3、4线城市玩不了这个。实际上1、2线城市能不能玩这个，能不能可持续，我觉得要打个大的问号。你成都你土地价格都3万多，那你成交以后，那房子价格这最少的5、6万，你5、6万你割的是什么韭菜？这种韭菜数量也少你年年割，你能割多少？一名房地产头拓人士称房地产下行至今已3年有余，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各线楼市反弹力度不均，房企投资意愿主要取决于楼市复苏的可持续性。这名人士说若销售无法进一步企稳，开发商就会缩减投资。2025年土地市场可能呈现前高后低态势。你看已经有专业人士怀疑了，这个第1季度的土地拍这么多都是创新高，你后面能不能可
可持续，是不是会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科尔瑞研究中心也在4月9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央国企主导、聚焦核心城市是当前土地市场特征，但销售端回暖与民企重启投资才是土地市场回归正规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啊，你靠刚才说的那种政府拿出优质地块，然后去大家抢，然后最后形成高溢价成交，最后房价也高，最后带动市场信心，这个玩法还是要打问号的。你还得靠销售端重启，还得靠民营企业参与，对吧？你这央国企参与，多多少少有一种左口袋倒右口袋的意思，肉烂在锅里啊。稳楼市事关国民经济大盘。2025年4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全球的对等关税政策不断升级，又屡次反复，最终又一次将矛头对准中国。中国急需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联储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总经理王松认为，如果地产尤其是房价不能企稳，居民资产负债会被动缩表，进而抑制居民消费意愿。如果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走弱，决策层应加码政策支持房地产。又一个啊，这个来人造一个房地产的牛市，来对冲啊外贸不行，对吧？来拉动内需，这个怎么说都是想当然啊。4月18日召开的这个国务院会议指出，要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相关举措一旦推出，要直达企业和群众，提高落地效率，确保实施效果。核心城市抢跑，他说啊，4月17号，浙江杭州披露市本级2025年第9批拟出让住宅用地清单，其中包含3宗地块，供应面积合计约 7.55 万平米。次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这3宗宅地的出让公告，地块拟于2025年5月10日正式挂牌。文章说啊，杭州市2025年高频供地，也就是高频供地，就是供的地比较多啊，典型城市。前3个月，就是2025年1、2、3个月，杭州接连上架8批市本级社宅用地，合计20宗，供应面积76万平方米。该市的供地节奏颇为紧凑，也就是一批接一批的拿出来卖啊。每批宅地拟出让清单披露第2天即一次性发布出让公告，之后间隔不到1个月，地就正式挂牌。截至4月1号，前7批合计18宗宅地陆续完成竞拍。可供对比的是，2024年1季度，杭州市本级仅披露1批拟出让宅地清单，5宗地块，总共供应面积 15.6 万平方米。这些地块分作2批，在当年2月和3月中旬先后入市。以浙江杭州为代表，核心城市加速供地包含多重考量。也为什么它要加速供地呢？我们说通俗点就是缺钱，卖地就是搞钱了。从2021年3季度开始，房地产公司陆续爆发流动性风险，楼市急转直下。也就是那时候不是2021年9月份恒大暴雷吗？开发商大多无力扩张，土地市场进入寒冬。2022年12月，自然资源部发文要求各地优化土地供应制度，严格控制宅地供应规模。各地政府供地策略转向提质减量、增层挂钩、以人定地，有的地方更是直接削减全年计划供应规模。科尔瑞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总监告诉财经，2025年预供地情况观察，各地计划供应规模整体延续了过去2年的收缩态势。2025年1季度，全国300个城市总共推出社宅用地8700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15%， 其中1、2线城市供地面积同比分别减少 13.9% 和 2.3%， 3线城市供应缩减更为明显，同比减少 18.7%。过去半年，一系列政策利好促进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呈现筑底趋势。从2024年4季度起啊，这些城市的楼市成交有所改善。2025年开年以来，部分核心城市加快了土地供应节奏。当地政府希望通过营造土拍热度，强化市场预期，巩固楼市止跌回稳态势。杭州等强2线城市试图在土拍中抢跑，个别1线城市亦不甘落后。比如上海，在1月上旬推出第1批
共4宗宅地，供地启动时间较2024年提前了近1个月。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明显加大了优质地块供应比例，首批即拿出虹口区瑞虹新城板块与浦东新区新杨思板块2宗宅地，挂牌起始价超过100亿元。这2个核心板块宅地紧缺，尤其是瑞虹新城板块宅地断供数年，市场热度上升后，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在内的多个核心城市真正拿出了压箱底的宝地。在3月18日召开的年度业绩会上，招商蛇口董事长蒋铁峰说过去多年这些城市的核心区先有新增供应，此前楼市持续低迷，地方政府更不会轻易亮出好的地块，核心区域的需求因此一直得不到有效满足。这些宝地只要开发入市，就一定能吸引购房需求，房企在土地市场看到结构性机会。另外核心城市此时争相推出优质地块，也是为了抢收开发商。一名总部位于华东的央企投资高管告诉财新，一些开发商业绩不振，财力有限，只能集中资源投向个别城市。这段时间，相比周边的苏州、南京等热点城市，杭州供地规模与密度更大，当地政府靠前供地，抢先招揽到一批开发商。这名投资高管称这也就说明各个城市之间还要竞争这些优质的有钱的开发商也不多对吧？你得把它抢过来有实力的开发商不多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2025年1季度杭州的宅地出让金合计596亿元，相当于该市2024年全年卖地收入的50%。这一金额同比增加149%，居同期全国各大城市首位，也就是杭州1季度卖地全国排第一。这就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春节期间疯狂宣传杭州6小龙。现在6小龙已经没什么声音了，但是实实在在的土地可卖了不少，将近600亿靠这个科技引流，靠卖地变现，这个玩法好像很熟悉都这么玩都学会了这个某些商超的玩法。不只是杭州，全国各地土地财政收入连续3年萎缩。财政部国库司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分别下降23%、13%和16%，也就是从2022年开始，连续3年都是在下降，2位数下降2025年1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16%，只有6849亿元，这导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1%，至9247亿元，也就是2025年1季度全国各地政府卖地收入还是在下降。这个咱们一直说你政府的开支它是固定的，公务员要发工资，教师要发工资，清洁工人要发工资，地铁还要开，还要补贴，但是你的收入在下降，你这钱这不窟窿不越来越大吗？一名大型房企深圳投资负责人告诉财新，土地成交持续下滑，还会拖累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续城市新开工面积和新房供应规模都将受到抑制，未来地方税收下滑，开发商、购房者等市场相关信心也遭受打击。深圳也想在这波土地热潮中抢占先机，也就是说这个优质韭菜不多，对吧？你要先割这个优质韭菜。现在不光是优质韭菜有限，连优质房地产公司也有限，对吧？他有实力还去开发的，还去蹦跶的，没几家了，都是央企。该投资负责人透露由于核心区域基本没有可供出让的宅地储备，深圳主管部门需要通过商改局来调动土地资源，耗费了一定时间。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2025年以来，深圳仅在1月中旬出让了1宗土地，此后直至3月31日，该中心才发布第2宗涉宅地块挂牌公告。这宗宅地计划4月下旬入市，面积约 4.75 万平方米，起拍价高达 86.27 亿元。该地块由多宗商办用地在2024年11月条规合并而来。2025年3月初，深圳专门为这宗地块召开招商推介会，官方向参会一众房企宣称，这是深圳宝安中心区近5年来推出的最大体量商住地块。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除了深圳2025年4月，北京、南京、广州等核心城市也有多宗宅地计划出让，尤其是北京和南京，待拍宅地的挂牌起始总价均接近200亿元。这是财经网关于这个土拍市场的一个报道。也就是说核心城市地王频出，是因为要强化热度，营造预期。这个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
这个杭州啊、成都啊、上海这个帝王频出啊，上海那个土拍价都拍到12万了，面粉都12万，那面包是多少钱呢？它一开盘至少20万以上，哪有那么多有钱人呢？虽然说上海有钱人多啊，但是你说你这么割，有钱人也有割完的一天呢。这种模式能持续到今年吗？年底吗？能持续到明年吗？都要打个问号。再说了啊，你这些核心地块，这个房价动不动7万、8万、20万一平米的，你跟韭菜没关系啊。你这个造成周边房价越来越高，那韭菜更是望房兴叹。这个有媒体报道啊，房地产的根本问题是收入出问题了，这个可以说是叫一针见血啊。为什么说是收入出问题了呢？它是根据这个居民负债率，他说2008年咱们的居民负债率是17.9%，就不到18%。2015年呢，居民负债率是35%，你看啊，翻了1倍，7年啊。那么2022年，对吧？又过了7年，居民负债率达到62%，又接近1倍，就是7年基本上翻了1倍。那现在的负债率恐怕更高啊，因为2022年就62%了嘛，对吧？有观点认为啊，居民负债率一旦超过60%，后期的增长速度就会大幅放缓，也就是居民负债率达到60%了，你再指望着别人去借钱，这个很难了，也就是增长就到头了，代表着居民对于中长期贷款越来越谨慎，而居民不愿意贷款，不愿意加杠杆，房地产的销量必然会大幅度萎缩。自从恒大爆了以后，咱们都是开始叫去杠杆，谁有杠杆谁倒霉，对吧？你有杠杆，那你损失更大。刚才说到深圳了啊，这我今天在网上又看到一个深圳的业主卖惨，深圳一套房子3年跌没800万，业主直呼肠子都悔青了，这可是叫史诗级的血亏啊！什么小区呢？但这个真假难辨啊，我们只是看一看。说南山月亮湾小区上演魔幻剧情，2021年借着前海旧改的东风，一套92平米的3房卖出1186万的天价，单价直逼13万每平米。你说高吗？如果在前海核心区的话，13万哈，但是也不算高，普普通通的房子不都是10万吗？一平米啊！说谁能想到，到了2024年，这3年一过啊，同户型94平米的房子竟然只卖393万，这400万还不到，单价直接腰斩到4.18万每平米，3年时间血亏793万。那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跌得这么惨呢？这个可是脚踝斩呢。首先啊，说旧改计划成了空头支票，原本签约率超95%的棚改，最后因为部分业主反对泡汤，再加上小区本身就是个问题户，承重墙开裂，管道老化，还挨着物流集散地，24小时货柜车噪音不断，所以导致这个炒房客啊集体慌了，争相抛售，价格自然一跌再跌。深圳楼市东西分化越来越明显，虽然南山均价能稳在9.3万每平米，但东部光明、龙岗已经跌破4万。实际上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啊，买老破小千万要谨慎，不要轻信旧改规划，对吧？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原拆原建，更要远离那些有硬伤的房子，不能盲目跟风炒作啊。这个老破小啊，实际上就是说你是刚需房没有办法，对吧？那可以考虑。炒房一定要小心，要谨慎呢。现在都在搞第4代建筑啊，我们不能否认啊，这新的项目它盖出来的房子肯定比以前的房子要好，无论是它的这个得房率，还是它里面的规划，这个各种设计啊，肯定比过去的房子要好。你肯定是升级换代。这些房子如果价格不变，它价格没涨，那涨谁买呢？价格还不能涨，那它实际上对过去的老房子老破小就是一个压制，那不就降维打击吗？吊打。所以说只要这些第4代住宅，这个新的房子确实质量越来越好，越来越合理，那么对过去的房子老房子就是一个压制。老房子只有跌价的份儿。如果你是刚需自己住那还好一点，对吧？你要炒那很有可能就砸自己手上。这种第4代建筑啊，这种好房子啊，越盖越多，那对过去的那些房子就是压制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大。今天那个北京商报啊，他报道叫好房子抢跑，有项目得房率高达100%，说的是北京啊。随着好房子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实施进入倒计时阶段，北京市场已呈现政策联动效应。说尽管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尚待5月1号，北京新房市场早已提前掀起前置性产品更迭。北京商报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得房率、层高、功能阳台等硬指标成为购房者关注的焦点，部分项目得房率更是高达100%。你知道吗？老房子都不叫得房率啊，它还应该叫使用率，见面和那个
使用面积，这个一比啊，不到70%、80%，就这么一个水平。很多塔楼只有70%啊，板楼可能高一点。那你现在的得房率都是100%啊，超过100%，收获购房者青睐。业内专家分析指出，当好房子项目得房率竞争触及天花板，住宅产品硬件标准趋近同质化，公共空间品质提升正成为差异化竞争的新赛道。所以我们要记住了，就是现在新的项目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合理，就相对是过去的房子。那你说你还买过去的那老破小，你还指望着升值，这个就压力大得多了。最后我们再看看中国房地产报报道的啊，广州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8%。4月27号，广州市统计局披露数据啊，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5年一季度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753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7.6亿元，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1704亿元，同比增长0.6%；第三产业增加值5790亿元，同比增长3.7%。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6%，保持稳定增势。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8%。广州的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是下降11%左右。广州早就放开了，已经不限购了。作为一线城市啊，你随便买。从这个一季度的这个开发投资下降11%来看，说明没有牌可打了，对吧？它连限购都放开了。如果只炒作楼王、炒作地王，也解决不了问题。占大多数的韭菜啊，他买不起房，只能看着你那高价房，对吧？那个天价房，望洋兴叹。所以说提高韭菜收入才是正道啊，否则的话，都恐怕是起不到好的效果。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